揮，我咪信咯，我唔使出錢啊嘛，會唔會有呢個諗法㗎？都會㗎。有時候我哋會好驚去相信一樣嘢，因為當我哋相信，尤其是大環境嘅時候，你就會諗，哇！今日你坐喺我面前同我講呢一樣嘢，我話信，我咪俾個路你入，啱唔啱啊？所以我喺接觸呢間公司嘅時候咧，正就係疫情，啱啱疫情最嚴重，應該我諗去到第二波嘅時候咧，即係佢第一波比較平緩啲嘅，第二波咧一下爆上嚟嘅時候就係OK，我開始相信。所以你問我相唔相信咧，我會覺得都幾誇張嘅，尤其是當即係大家可能呢度都有啲年輕人啦，對十大殺手未有咁迫切性，尤其是我嘅父母都未去到好大年紀嘅時候咧，可能會阿嫲嘅時期咧，可能會聽過下，但係到未埋身嘅時候咧，就會覺得唔可怕嘅。咁所以我就用一個故事嚟到形容，其實人咧就好似一個杯咁脆弱嘅，咁所以我哋每一個人咧，無論你乜嘢年紀咧，都需要為自己呢一個杯咧去做一啲準備。例如今日個杯跌咗落地下，係咪會碎啊？好啦，咁如果今日我哋買咗保險嘅，咁啊恭喜你，因為保險公司會根據你呢個人生碎咗，評估翻應該賠翻幾多錢俾你，所以呢個咪就係保險咯。咁醫院係乜嘢咧？醫院咧就係當你難咗嘅時候，佢盡可能幫你拼埋一齊。但係我想要問大家，想唔想要用到保險啊？即係你自己想唔想用保險啊？唔想。假如今日我將全世界最好嘅保單、醫療保單送俾你，你即刻馬上用，想唔想要？送俾你喎，全世界最好嘅保單喎，即刻送俾你用，想唔想要啊？唔想啊嘛，即係話今日我哋唔想要用到保單呢樣嘢，但係佢可以保障到我哋。咁全世界我送最好嘅醫療俾你馬上用，你想唔想要用？都唔，全世界最好喎，最貴嘅、最好嘅病床、最靚嘅護士，好唔好啊？翻住得㗎啦，送俾你用，好唔好啊？翻交得㗎啦。要佢用啊？唔要嘅喎，點解啊？因為好簡單，今日我哋唔希望我哋瞓喺最靚嘅病床，見緊最靚嘅護士，但係你病緊嘛。咁第三樣嘢係乜嘢咧？雖然呢樣嘢你未曾可能可以接受，但係到今日為止，頭先主持人有講啦，十大殺手，頭先有講一個數據，其實原來咧以前我唔知嘅，但係當我開始聽呢一間公司講嘅時候咧，原來咧十大殺手我哋叫慢性疾病㗎嘛，慢性疾病原來導致到全球70%以上嘅人死亡㗎喎。哇！咁即係話，今日如果我哋去買大細，你都有機會贏嘅。但如果我話俾你聽，你買大細咧，你有70%機會贏嘅話，你會點啊？哇！我日日坐喺度賭，我哋已經可以贏錢啦，啱唔啱啊？但係如果賭錢會贏嘅話，咁即係呢一場遊戲你係輸硬嘅，你贏硬嘅，即係你嘅輸面係高嘅喎。所以當我開始聽到哇，慢性疾病10個有7個會因為呢一個慢性疾病而帶走，唔係講緊天然嘅災害啊。唔係講緊交通意外啊呢啲喎，咁所以我就諗，咦，我哋如果諗翻一件事，如果今日個杯保健品嘅作用就係將個杯就嚟跌嘅時候，譬如話個杯喺度啦，哇就嚟埋你啦，就嚟跌啦，保健品嘅作用就係將你推翻入去。當佢由嚟跌嘅時候咧，你又將佢推翻入去，盡可能唔好俾你用最好嘅醫療保單。都唔好俾你用最好嘅醫療嘅設施，咁所以我哋就會問啦，今日我哋會為咗自己嘅仔女去買一份最好嘅醫療保單，或者我哋會有錢嘅時候會為我哋嘅父母或者下一代買一個保障，希望佢哋有一日發生咩事嘅時候，佢會唔使因為錢呢件事而擔心，因為我哋經常會聽到嘛，有冇人會因為一個人屋企人啊？病咗之後傾家蕩產，有冇聽過？有啲人可能會一個屋企人而導致到家破人亡嘅喎，會嘅喎。但係我想問大家，你有冇聽過任何一個人因為保健養生而傾家蕩產嘅？有冇聽過？冇。有冇任何一個人因為想保健身體去養生咧，而導致到傾家蕩產嘅？冇嘅。但係我哋就會諗嘅咯喎，咦？我哋今日會為咗自己同屋企人最愛嘅人去投資一份
你經過評估而買一份最啱、最適合嘅醫療保單，你亦都會幫佢揀好，萬一有一日如果出事嘅話，喺你能力範圍之外，你要俾乜嘢嘅醫療保障佢？但係同時，我哋唔會諗為自己嘅健康裏面買一份幾好嘅保健品呢？嗱，的確以前我未接觸養生或者係保健嘅時候咧，我會覺得因為嗰件事未發生啊嘛。但係當我哋諗翻嘅時候，好多人可能一個疫情，好多疫情啦，可能因為一個屋企人病，而將佢退翻到我哋叫有一句説話咧，叫一夜打到你變翻解放前。即係話你本身可能用咗10年甚至乎20年打拼翻嚟嘅嘢，儲咗嘅錢，可能一個大病屋企人就將你可能10年嘅儲蓄、10年嘅所有嘢，就可能即係一鋪清袋。有冇聽過呢樣嘢？有。咁所以我哋會開始諗嘅就係，咦？如果今日我要同一嚿錢，即係持續就可能用喺嗰個地方咯。但係如果我將佢分批用當係公期嘅話，可唔可以呢？可唔可以投資健康呢？嗱，即係我知道大家嘅心理狀態嘅。當我聽到23380嘅時候，你會覺得我係消費，所以佢會令到你嘅錢越嚟越少。但係如果我哋今日同你講，不如我哋轉個思維咧，變成投資啊！假如今日我同你講一份醫療保單，佢有投資嘅成分，即係話你買咗呢一個醫療保單。佢會為你增值，甚至會令到你嘅資產增加嘅話，咦？會唔會呢款產品都可以做到呢件事呢？即係話我今日公期去食呢個產品，但係食嘅過程裏面呢，咦？原來你嘅錢都會多翻嘅喎。如果呢一個咁嘅情況之下，會唔會有興趣去試一個咁好嘅產品呢？因為我相信頭先講3位嘅呢一個見證嘅話呢，大家都有所感動嘅。因為大家可能都會唔小心跌入咗個角色，就係話：咦，如果我屋企人或者可能我自己喺呢個情況嘅時候，佢絕對係一個好消息嘅喎。但係我要點去食呢？呢個係個關鍵。如果我叫你每半年投資個2萬幾蚊，如果你即係薪水高啲嘅，你會覺得我咪食咯。但係如果你話唔係喎，咁差嘅環境，你要我拎2萬蚊，唔係唔得。但係我食完呢輪之後，我點去食下一套呢？就好似頭先咁講，咦？如果假設好似阿 Tony 咁，佢嘅太太食得好喎，咁點算？即係你話食得唔好，都係一炮過，下次唔食啫，都係冇咗2萬幾蚊啫。食得好咁點算？假如食得好啦，我當一下，你嘅可能好似我阿嫲咁，食得好啦，哇條腰直咗喎，哇個人健康咗，咁俾唔俾佢繼續食啊？俾。咁阿爺又想食咧？買。咁冇理由你睇到阿嫲食得好，阿爺又食得好，咁你另外一半食唔食啊？買。咁你自己都想食喎，咁你就心諗，哇咁食得好又大鑊，食唔好又浪費錢，咁點食呢？所以我非常中意老細佢發明咗呢一個方法，而呢一個方法呢，係8大奇蹟嘅其中一種，我哋叫乜嘢呢？叫倍增學。倍增學嘅意思就係由2變4，4變8，8變16，16變32嘛。經過16次嘅倍增之後呢，其實你嘅計數機呢就會變成一個 error 嘅字㗎啦，即係個計算機已經冇辦法計算咗出嚟。咁而呢8大嘅奇蹟其中一個奇蹟呢，就叫倍增。咁而倍增學好多人會好驚直銷，點解直銷會傷人？因為好簡單，佢將呢8大奇蹟放喺一個資金盤裏面，所以佢咪害人咯。但係同時，如果我哋將呢個8大奇蹟放喺一個非常好嘅產品裏面呢，佢就會變成一盤生意啦。嗱，點解我會講俾大家當係一個投資呢？先睇一睇呢一個數據先。嗱，喺2015年呢，對於台灣 Vivi 嚟講呢，其實佢嘅營業額呢已經去到1個億㗎啦。好啦，喺經過10年嘅時間裏面，佢總共成長咗幾多呢？138年啊，呢度應該係咪啊？個計數幾多年？2015去到2021。6年。6年啊嘛。哦，啱啊。呢個係台灣佢進入咗個市場呢8年嘅時間。好，我想問大家一個好簡單問題。嗱，呢個哥哥可能我 friend 啦，我問你先。如果一盤生意，我話俾你聽，唔係 Vivi 啊，唔講 Vivi。如果一盤生意，我同你講8年嘅時間，如果我哋投資落去，
當然都要營運啦嚇，唔係講唔營運啦。8年嘅增長嘅倍數係134倍嘅話，即係話如果第一年我做咗10萬蚊生意額，10年之後約我就係134倍，值唔值得投資啊？值得，非常值得。係咪一盤好嘅生意啊？可以係。嗱，我會覺得啊，如果一盤生意可以唔好講134倍，可以做到10倍咧，已經好勁㗎啦。點解我會咁講咧？知唔知創業嘅數據㗎？知啊，今日我哋一齊夾份做一盤新嘅生意啊！每1000間，知唔知1年之後會有幾多間公司執笠？900幾間。冇未去到咁差嘅，你千祈唔好嚇佢哋。700幾，一半啦，一半啦，約我一半啦，唔係我講下，你哋自己上網查得㗎啦。即係話一個公司開1年開1000間，每1000間咧，1年之後約我嘅一半係做唔落去嘅，即係都剩翻一半啦，都 OK 啊，即係買大細你都有一半啊嘛。好啦，5年之後剩翻唔夠10%，即係10賭9輸咯，5年嘅時間，即係有90%嘅人要重新開始。好啦，10年嘅時間啊，低於50%，即係每100個人95%嘅人咧輸晒。咁好啦，我想問下，咁如果你今日去做呢盤生意，贏定輸啊？輸。嗱，我哋未講啊，輸面已經好高啦嚇，10賭9輸，即係多過9輸嘅咯喎。不但止，知唔知有幾多個人係會輸突嘅？即係話我今日創業，可能我拎100萬出嚟，你成功就係倍增啫，你輸咗會唔會輸咗你貸款嗰堆人？會啊，係會嘅喎。咁但係大家對於創業呢件事會唔會好正面咧？會。你都會覺得好高級嘅喎。哇！你會覺得哇老細好高級，但係依家我想講啊，其實我都好慶幸，我唔係重資產嘅老細，即係我都係小老細嚟嘅。但係我唔係喺重資產嘅裏面，但係我都好清楚知道，市道今日做得生意越大，其實越頭痛嘅。但係如果我哋今日去睇，哇頭先講嘅產品咁勁，一隻產品嗱，我哋睇翻第2名先，安利咧已經係30-50年嘅公司啦。我想問你，如果今日你係安利香港嘅總代理，你經營咗30年，安利依家應該係全香港最勁嘅直銷公司啊！你發唔發咗達啊？你發咗達㗎啦嚇！因為好簡單，安利依家係全世界每一個國家都幾乎係 top 3嘅公司嚟嘅。好啦，無緣啦，即係30年前你仲決定加入安利先得啫。好啦，今日冇機會啦。但係如果我哋睇翻力回嘅話咧，其實佢喺呢8年嘅時間，佢已經係個銷售額咧超過咗安利㗎喎。但係我哋要睇個分別喎，安利係有超過300種產品，而幫到佢成為台灣嘅 No.1，一直以嚟都係 No.1嘅，直接到力回出現咧，佢就開始同佢搶大個位啦。好啦，但係力回有幾多款口服嘅產品啊？一款。而我可以好肯定話俾你聽，呢度嘅所有人咧都未買過面膜同埋噴霧嘅。同樣地，如果你今日你去公司度問啊，即係你星期3你問。你問佢咧識唔識得講解面膜咧？我好坦白，我會話俾你聽，佢可能會好口窒窒嘅。所以其實全世界依家所有嘅銷售咧都來自一個產品。好啦，我唔講產品啦，因為產品如果今日可以超過100億升啊，一定係好㗎啦。你有冇聽過一個產品可以賣100幾億先？嗱，小弟喺未接觸 Vivi 之前咧，我冇呢個概念嘅。但係我開始聽到，哇！一款產品可以做更大嘅倍數。對於我嚟講，健康可以下一步，但係我對生意有興趣，因為我好簡單知道，如果一盤生意要做到134倍，靠一個產品嘅話，如果今日我係當初發現咗台灣有呢個公司嘅話，我同你講，我只要將呢個產業帶去其他未發展嘅國家，我一樣可以成功。所以今日喺香港嘅力回搬咗嚟呢個寫字樓，啱啱就係疫情之後開咗唔夠2年幾。小弟咧，亦都係因為當初睇咗呢一份報告咧，我就去咗一個馬來西亞嘅國家體育館，我睇到哇，力回原來係大哥嚟嘅喎，咁我就去參加，好慶幸啦！有冇參加過8萬人嘅演唱會啊？有冇參加過8萬人嘅演唱會喺香港？又話邊個唱啊？演唱會應該冇啦。咁所以咧，我都好興奮嘅，哇！去睇演唱會8萬人嘅。當我睇到咧每一個國家開始揮旗嘅時候咧，哇！日本、泰國、咦人民啦，
咁啊，因為我係浸會大學即係出嚟㗎嘛，咁我就睇到，咦？點解中國旗得個幾丁友喺度揮嘅？然後我就開始留意啦，點解香港旗得個3、4個人揮嘅？然後我就諗，唔通呢個係上天俾我嘅啟示，叫我去香港發展呢一盤生意？如果我未考察過呢一間公司，我會覺得冇可能。但係當我睇到我冇可能做到呢盤生意，即係咁講啦，我覺得企度冇可能將一個咁勁嘅公司做得起。但係當我睇完呢個數據咧，我會話俾自己聽，就算我做唔起，我都要做到佢起，因為好簡單。哇！一款產品安利佢一個新仔嚟嘅喎，即係10幾年公司可以砌低幾廿年嘅公司，仲要一隻產品，如果做唔起真係抵我死啊，唔係抵佢死啊！即係咁好嘅嘢喎，所以我就開始諗，唔係啦，應該要做啦。但係大家一定會好奇嘅，點解收到2021年嘅？有冇諗過呢個問題啊？頭先，喂，即係話2022年、2023年、2024年 drop 咗啦，所以你唔敢 show 出嚟啊嘛。啊，我正咧，我都係有呢個諗法。每一次佢哋 show 呢個圖咧，我都會心諗，點解唔 show 埋其他嘅咧嚇？所以啱啱咧，我就即刻 show 埋出嚟啦。嗱，舊年2024年咧，的確咧係 drop 咗嘅，但係有幾多億咧？116億，安利咧有117億。即係話台灣已經俾佢砌到咧一兒喺度鬥緊啦。我可唔可以當佢咧？如果今日你要去台灣玩咧，應該冇得玩啦。即係第一、第二都已經俾人霸咗頭陣啦。但係香港有冇呢個數據咧？我想話俾你聽，2年貨仔背靠阿爺，應該唔使百幾億啦。即係如果話我哋一齊努力啊，我哋睇翻呢個數據，第一年我哋做1000萬啦。10年之後乘134倍1000萬，你要幾多？計下先。好多個零啊13億咯，係咪啊？我冇計錯，係咪？1000萬計下先，唔係1000萬啊嘛。你問咩問題啊？134千萬咯，即係13億啦，啱啊。好啦，我想問你先，13億嘅21年 O 唔 OK？你盤生意10年嘅喎，冇個 O 唔 OK 啊？我當你輸咗啊！我當你做呢盤生意，最終你輸咗，你知直銷公司嚟㗎嘛？你輸會輸乜嘢？時間。面子。輸咗你嘅面子啦，輸咗你嘅人脈啦，輸咗你嘅時間啦，你會唔會輸到破產先？我咪叫你開個鋪啊嘛。喂，搏得過啊！就算唔好俾你134倍啊，13倍啊你，第一年做1000萬，10年之後1.3億，O 唔 OK 啊 ？OK。嗱，小弟咧。可能舊年市道冇咁差啦嚇，舊年都做咗1000幾萬，本身咧就好口響啦，話嚟緊3年咧要做1億嘅添，咁啊應該睇嚟咧要再努力啲先可以做到。哇！但係你睇下喎，我哋朝住呢個目標，安利做到啦，台灣做到啦。嗱，2023年、2024年啊嘛，其實呢個數據咧喺發展咗10年嘅國家咧，都實現咗嘅。如果唔信咧，大家可以跟我哋一齊去台灣啦，去新加坡、去日本、去馬來西亞去考察呢一間公司，係咪已經做到當地嘅 number one？小弟馬來西亞人，我可以話俾你聽咧，今日你要去馬來西亞做呢個咧，應該都冇乜優勢嘅，因為好多人喺度同你爭緊，但係香港未開始，2年貨仔。都唔係好多人啫，好簡單嘅。你下次咧，呢個星期3你睇一睇有幾多係香港本地嘅，而嚟緊咧呢134倍咧，就同呢間房咧所有人有關。因為我唔信每一個星期3開會，呢200幾300人咧可以做夠成個香港幾廿億嘅人，應該做唔晒嘅。咁我哋如果一齊合作，每一個人即係都要投資青春啊嚇！即係冇咁多啦，10年投資一個企業，如果佢持續地發展134倍，應該都夠你退休啦啩？夠。應該都夠你傳承啦啩？夠。唔使分多啊，大家一齊分個5%，O 唔 OK 啊？OK。13億嘅5%係幾多錢啊一年 ？A 嘛？未 A 嘛？1.3600萬。即係大概5000萬到啊？係咪5000萬？啱咯，13億咪5000萬咯，夠唔夠退休啊？阿 Yumi？
哇！你睇下佢嘅樣，未賺到就已經開始笑到咁啦。所以去到最後，當然理想係好好嘅，現實都要落翻地啊！如果投資2萬幾蚊，投資一盤生意又唔會輸嘅，最多慢慢做 ，O 唔 OK 啊？仲要食咗有頭先嘅效果喎！你唔好以為投資咗2萬幾蚊係買到會籍喎，冇會籍買㗎嚇，呢度係買產品送會籍嘅。所以如果2萬幾蚊你覺得唔夠賺得唔夠快，咪即係如果依家貸款可能你即係 TU 都仲夠，咁咪借個13萬幾嚟做個大啲嘅創業 plan 咯，包你唔輸嘅，即係唔會輸得啊！咁 O 唔 OK 啊？嗱，如果唔 OK，你又不如你即係我小弟咧，都係暫時做 reading 嘅啫，都揾緊其他比較好嘅發展空間嘅。你又話翻俾我聽，有冇一個包你唔輸13萬幾，可以有機會做到134倍嘅成長？前提係唔會再輸啊嘅情況之下咧，可以做到嘅。如果有咧，都不妨可以即係 sell 下小弟，小弟都仲有啲額外時間可以做下兼職嘅，好唔好？咁所以咧，最後咧。都賣下少少廣告啦。咁如果你真係有興趣，再聽一聽做緊呢間公司嘅人咧，勁唔勁咧？歡迎你嚟，因為你都要睇下啊嘛。哇，係咪個個都要口才好好先做得起咧？嗱，呢度有幾個可以俾你做參考。有啲咧就係退休人士，有啲就係家庭主婦嚟嘅。睇下係咪真係講到咁容易做先。如果呢個時間唔得都冇問題。嚟緊咧呢一場咧一定要嚟，因為咧呢一場咧會係普通話嘅。如果你普通話咧麻麻地咧，咁咧就嚟聽呢一場啦。呢一場咧我哋叫逆勢中的世紀商機。咁啊點解叫世紀商機咧？頭先都解釋咗啦。最重要咧係呢度幾位咧都係專業人士同埋老細嚟嘅。呢兩位咧係做開鑽石嘅，即係做鑽石生意你都唔係話10幾萬創業嗰啲㗎啦，即係起碼你都係你要買一堆嘅石你先可以創業㗎嘛。而佢哋自己本身咧，未入嚟 Vivi 之前咧，已經係退咗休環遊世界㗎啦。而佢哋就會以自己鑽石商人、鑽石商嘅呢一個身份咧，嚟同大家分析點解會係一個大市場，同埋點解老細都要跟啱人做啱事。仲有咧就係咧，當然啦，小弟啦喺呢一個跑送業界咧，人係我最多嘅。即係我好叻投廣告啊，咁咧我就會同你講咧，點解呢個制度咧會令人咁興奮？所以咧我先寫咧叫激勵嘅制度。咁啊當然啦，藥劑師一定冇得走㗎啦，佢都好慘㗎啦，次次都冇得避開呢個話題，就係叫產品的重要性啦。因為佢講產品一定有數據力過我啦。好啦，仲有邊個咧？就係咧，仲有兩位老細，呢個咧就係美容院嘅老細。其實呢個我都未係好識佢，不過佢哋都會為大家作為一個做生意嘅人咧，同大家分析點去建立一個可以運作嘅系統，仲有咧何為一個好嘅公司。咁啊當然啦，仲有咧就係咧，如果你有大陸嘅朋友，你要爭取呢個13億嘅人口咧，你都可以叫佢投資一個3400蚊。咁咧我哋咧會包佢話來回嘅機票啦，包括4日3夜嘅酒店啦，投資佢過嚟考察呢盤生意，即係話佢如果能夠抽出16號至19號呢4日嘅時間，佢買咗一張產品3400咧，我哋會包晒佢來回，加埋呢一個課程費同埋呢一個酒店嘅。OK， 咁如果你當然除咗中國以外，可能你有其他國家嘅嘢咧，都可以同我哋傾一傾，有冇呢啲投資學習嘅配套。好啦，咁當然啦，去到最後咧都現實啲嘅，2萬幾蚊，你話係咪好貴咧？我知呢個逆勢之下，可能唔係咁容易，但係我話俾你聽，如果今日你仲唔創業嘅話，唔通你有咁好嘅出路咩？暫時小弟未諗到嘅，除咗可能打工呢一刻可能俾老闆好之外咧，大家都要諗辦法點去嚟緊嘅時候揾一個好嘅產品，已經證實有機會可以爆起嘅公司，即係當然啦。如果你話喂唔得，我都係要實地考察咧，歡迎同啟動報名。啟動喺馬來西亞咧有車又有樓，咁可以投資一樽，小弟請你去馬來西亞玩翻4日3夜，認真考察公司咧都得嘅。咁大家一齊喺呢個逆勢即係逆市之下咧，一齊做好呢個世紀商機啊！咁多謝各位，咁將個麥交翻俾Angel。